頭髮乾一定關冬天事？頭髮開叉毛躁，你諗住剪咗佢一了百了，但係呢個方法根本治標唔治本。有關頭髮乾嘅兩大成因，即刻話你知。頭髮乾嘅第一個成因其實關荷爾蒙事。冬天乾燥會令到頭髮毛躁同埋開叉，但係過咗冬天之後，其實呢個問題依然會存在。荷爾蒙分泌失調其實都會影響髮質㗎，而缺乏女性荷爾蒙都會令到我哋嘅皮膚同埋身體變得好乾。頭髮乾第二個成因話埋俾你知，所謂髮為血之乳，如果我哋嘅血液循環唔好，營養就去唔到頭髮，頭髮就會出現開叉毛躁嘅問題。經常電髮染髮其實都會對頭髮造成極大嘅傷害，無論係用嘅染劑啦或者藥水啦，其實都會滲落毛囊入邊，之後就會造成堵塞嘅問題，營養供唔到去頭髮，最後都係會令到頭髮變差，嚴重起上嚟仲會甩頭髮添啊！如果你都有頭髮乾嘅問題，即刻預約我哋嘅免費頭皮檢測服務，我哋會送你一個免費頭皮檢測同埋體驗療程，即刻為頭髮解決乾燥嘅問題。